安珠老师，足多谢，安珠老师足多谢你足用心逐年都为咱的线顶的即个课程做足济诶努力，做足济安排，足济足有心真正是足认真。我感觉首先先大家拢知影，先甲安珠老师讲多谢吼。你讲我身体，身体好无吼？好，身体好无？我想应该讲是讲年纪大，足自然就是身体就是袂通像以前遐好。我拢毋捌去注意讲身体好啊，都直直愈，结果即马必须要承认，真正是有货就是有货吼。所以即中间真正着爱拜托大家吼。遮个老的吼，真正是有货，别人可能就用，我家己感觉，真正有货就是有货吼，这是事实。所以就愈迫切期待遮个少年的遮个朋友，大家责任爱紧担起来吼。其实我嘛无啥物力量，毋过我足要紧吼。所以即摆啦，我老去吼，我相信你实在是比我搁较要紧，所以照顾毋免烦恼。毋过较真正拢会烦恼，我真正足急的安尼吼，所以特别搁加倍拜托大家努力直接非常非常多谢安珠老师足拼势真正足感谢吼。多谢周董事长这本来当来拢会安排。即摆歇落吼，足侪老师讲教授拢咧出国，有诶是拢演讲话做早去互排去吼。所以即届排课较困难淡薄啦，不过咱嘛是尽量甲排上好诶。咱即届课程吼，其实重点有几项，就是讲，咱今年开始对白话字有安排2场诶讲座，就是例本，先讲第一单例本教授伊伫台南安怎杀专罗，过当互遐囡仔学习拍通关。另外较一个较关键字诶，就是讲白话字诶文化介绍着，伊可能介绍蔡国辉甲胡文治诶一部作品，这是较偏文学性。我今仔讲诶台湾甲厦门囡仔歌，即嘛算口传诶文学啦吼。另外，即马时代一直咧改变吼，要安怎会当互囡仔对得着 AI 吼？即马若无 AI 你着悲哀。所以有安排一场，就是讲请金平出版社陈家祥副总经理，因为金平对台语诶投入资金投入足侪钱，开发台语诶 AI 平台，所以8月12会请陈家祥副总来遮甲大家做者介绍。8月19，就咱花莲诶好朋友柯明老师，伊已经即摆拢开始用 AI 编写教材做绘本，所以咱先讲咱诶 AI 平台有啥物，顺便就是讲要互昆明带各位来看要安怎用 AI 来编写教材吼。另外咱阁有请万军吼，阁有请雅文，7月15是雅文，雅文而且嘛爱甲说多谢吼，咱即摆拢读过已经讲过啊，讲过了就是讲倒位爱读本调，倒位爱变调，倒位去轻声，所以就即部拢爱甲标出来。不过即种工课吼，阮早期我是拜托罗家平老师来做，毋过家平老师已经去指定做先啊吼，这实在是阮着嘛顶咧甲去做先，今仔是做头顺，所以今仔阮某阮囝阮查某囝先要去，不过好歹无对比伊人较惨死吼，也是讲台今仔上课，所以我也是交伊台北。因为明仔载过一场，就是讲针对课本语言名称的问题，该开会。因为我是课本审查委员的召集人，所以我唔爱留伫台北吼。所以即2天拢做侪代志，就亲像就委员你拄开始就讲咱咧推动本土教育，各县市是100间学校补助100万，100间到200间补助150万，200间以上的补助200万100、150、200。尾因为国民党马英九总统时期对本土较无重视，就委员做一项互我足钦佩的代志，伊找11位立法委员去蒋渭宁部长的办公室，
规个甲插伫遐，插伫遐，变做会当互大家来，甲咱的预算，即马变做是100间校200万，100到200间300万，后尾变400万所以而且真正做感谢周委员，尤其报上代志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当这是咧对立法院来讲这是一个重要法案，所以而家伊拖本来会期，尾看是说，我讲安尼佫拖落去咱咧国家语言发展法就交去啊。尾就拜托周委员，周委员当然是着去找郭建民总调一人，尾甲杀入去，杀入去时阵，郑丽君伊怎啊做文化部长就讲乡乡来法案就要讨论要通过所以而且我欠周委员足侪钱，嘛欠足侪周委员足侪人情债所以即摆伊遐有需要，阮就尽量来做。各位嘛听得出来，我的然后小可扫声做声因为咱讲伤济尤其是我阿嬷粉，各位头摆一直我咧20-30当岁到阿嬷粉拢生骨刺，所以我要生骨刺，过两天甲定咧咧生，艰苦一寡。规倒有时加减会影响着声大所以我即马较少咧上课。因为我是本咱来留一寡机会互少年人因为一直咱老的这舞台共正调调，少年人无去表演。维护一个舞台，伊就无兴趣。毋过像做委员安尼，一直为咱台语认真拍拼佮创一个园区我感觉伊是真正足伟大。所以讲对伫伊后壁认真拍拼。伊常常甲我讲一句话，想叫咱是台湾人咱是台湾人，咱伫遐替台湾来做代志所以课程安排嘛，安排一寡较文学性的，就是讲今仔日我是讲迄个口传文学。雅文的全国语比师傅城哪只哪套诗这足厉害颜管咱个人颜管上课时阵中华师范大学陈颜管教授上课大家足喜欢，所以今日佮安排台语的身体爱保重，我知啦。不哩就进入周委员共款，伊嘛知影身体爱注意，不哩个代志咧，咱嘛是要认真去做这。伊早是讲，若要害死叫去选举啦，即马就是讲，甲改过来，若要害死叫去舞台语，舞台语我艰苦一寡不哩个咱的环境愈来愈好，我头仔是安怎会放迄个金曲奖台语歌手的颁奖典礼，你有注意到自头到尾拢是台语所以若是会使麻烦周委员甲文化部拜托一下，就是讲要报。对面那遐人嘛会当讲台语啦，莫讲华语。你着规个台语过程拢用台语，客语歌曲着规个拢客语安尼。一个全语言的环境，麻烦周委员甲文化部建议一下金曲奖即部分。尾仔咱嘛是7月29，我会安排会起来甲大家分享。伊是一个志愿老师我相信在座足侪拢是志愿老师。伊是一个菜鸟，不哩个即马伊变做咱教学的专家，因为啥呢？因为伊用心，足认真，所以变做菜鸟会当变专家。伊做会到，我相信各位真有经验，你嘛我都甲伊同款。所以是爱甲大家拜托。说起来8月初5，请文俊来讲运动人生，运动，有时。莫后白开拜托麻烦后台遐甲控制一下。出来写作已经写20-30档，伊搁做运动，所以因为一个角度，因为足侪人咧写文章拢想无讲，用心做主题，所以伊咧运动，要用运动的一寡经验，甲变做一个文学的书写所以8月初5会请出来做这方面。所以咱7月8月拜三，咱麻烦各位会当准时来收听。就董事长，各有话要甲大家交代无？我想大家人拢知影，安珠老师会使讲安尼，自伊投入台语界，伊是真正专心投入啦我相信伊毋免我介绍恁，大家拢知影。不过伊真正身体，我想是
伊太认真嘞吼，伊真正太认真，而且拢无输，将伊所有诶资料，所有会当关心着伊，真正是全心诶投入哦。我是感觉讲吼，应该逐个应该足福气吼，有一个即款诶人安尼伫咧努力。我头拄仔佫想着一件代志，我即马想落来讲，然后我佫提醒我一件代志，我遮放伫心肝底，我遮佫来处理。另外咧，头拄有咧讲，咱诶国家语言发展法吼有通过，但是咱已经遮侪年，逐个有小可改变，但是我感觉对我所期待还佫差足远吼，而且嘛发觉着真侪困难。比如讲，咱诶文化部伊包天包地客委会甲原民会，因有独立诶，但是文化部照讲嘛是全国诶，所以伊诶立场实在是有一寡尴尬吼，甲伊诶经费其实嘛足无够额吼，咱佫看着凭着即个英语诶部分，政府诶推动，甲讲看着咱本土语言，特别是对台语诶部分，我感觉也会使佫较大诶开力诶吼，即摆可能我足要紧诶即个部分。所以咱真期待说，所有诶咱诶所有诶人逐个用心伫咱家己诶语言，但是拜托，逐个拢咧努力，有若伫努力，家己咧努力诶中间，有若会记哩安怎推广出去、推动出去，伊爱安怎连结，因为安尼吼，干若咱家己无用，其实无够。你看，安珠老师已经努力遐济冬啊，咱才会当行到遮尔。所以意思就是讲，咱若阵佫会当连接佫较密切的，佫较结合佫较做伙，佫会知影讲，毋是干那我研究遮，我努力遮，会当佫透过亲像咱今仔日线顶有即款的机会，逐个伫逐个国别的所在，但是逐个拢做伙来关心，我感觉讲真好，逐个将你的特殊伫线顶甲逐个分享，但是有问题还是但是拜托大家爱连起来啦，吼，爱连起来才有力，无连起来实在是单独做拢足辛苦。我想讲，首先就是先甲大家讲感谢，大家做伙来努力。另外就是讲，我嘛一直认为讲，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实行者来，咱已经嘛足清楚看到一寡困难啦，所以我认为就需要修法啦，吼。可能伫即卖立法院乱到即个款的情形下。可能是真困难，所以要怎办？所以今年的选举，后年的选举，我想咱拢足要紧哦。咱除去对咱家己咱足要紧的课题注意了嘛，爱注意讲，咱安怎才会当将咱的困难会当突破？所以拜托大家会记两项，一项是咱家己认真，毋管咱咧学习，毋管咱咧努力，拢足好，但是拜托会当连结。安尼较有困难吼，而且一定爱对外佫发挥出去，所以即个亲像咱今仔日是咱逐年的暑假，会当有即款的线顶的计划，真多谢安珠老师，另外咱嘛真多谢教育部，互咱有即款的支持吼，有即款的资源，阮一直在努力，但是请大家会晓把握即款的机会，互佫较侪人知影。大家会当用足方便的方式来做学习。你若认为，咱佫希望啥物是，本来会使甲阮联络，互阮来做后边的其他的努力。以上我就毋通接上久的时间，咱将今仔日的时间完全交互咱安珠老师。好，多谢周董事长。所去哈，因为早期我阿妈棍电，因为安尼拍哩吼。所以变咗阿妈本拢生骨刺，所以即摆种4支藤啊，一支藤啊6万，4支藤啊到4万安尼吼。所以而且来，我先简单者，有人对我无熟悉无？敢过来自我介绍一下？有需要介绍你，请你甲我拍1，有无？有人对我无了解无？无了解你就拍1，我来看一下。通话中的信息啊。大家拢实在话好一大部分啊，
非常了解各到彭恰恰主持节目下着，画山画水画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另外去庙里拜拜，庙公嘛讲，安珠老师即摆若无咧主持节目，主持节目伤忝啊，一工要60点钟吼，我感觉伤忝头吼。好来，咱我一个跳过，咱即摆开始就讲，即领是关怀基金会吼，今年许多办的活动，所以你若有参加，因为因影树啊足侪细生，顶头迄是啥物动物来？即名会晓讲者，在基本创研究哦，第三只是啥物？下面野手，石虎，毋是啦，石虎足珍贵的呢。这是啥物？用拍字哦，用拍字嘛会使。维扬这个啥物？会写松鼠，会写碰气。若是会使吼，一种小罐是写碰气吼。对，这个就是针对伊这项科的特色，甲做一个表现出来吼。这是咱有一种本土教育的思考，就是讲，咱逐个吼讲好惯势，写好惯势，包括朗读稿，通过了有足侪人写过来我讲，咱有足侪华语的写法。而且我先甲各位报告，就是讲，咱基本上咱拢尊重作者，因为作者伊有使用的习惯。有时足侪物件吼，咱硬咧甲人改，我感觉对作者无尊重。各位拢知影，我推出本土语言一个基本价值就是尊重。所以若讲毋是正明显的错误，咱就尊重伊吼。即摆就是讲，闽南歌咱以早有做，我拢一直咧整理资料。即摆我嘛算为了家己能力当个提升，所以我搁另外一个角度位下能收集2本册吼。2本册，就是万南童谣100首，甲万南童谣500首。有人是讲，安怎老师你这是阿强的物件，你收集这要创啥？政治反政治吼，咱一边一国，不哩个足侪文化物件，咱会当加吸收过。若配合课本，咱有时当甲现纸摕出来教囡仔学，这嘛袂歹。所以为着这，我嘛搁拍两礼拜吼。伊一个物件，咱甲伊做一整理分类。所以我7月70，真平的文学营，我嘛会去讲我较详细。咱今仔重点是讲小介绍一下，大家知影。这资料上课了，我会甲各位分享吼。因为我头讲着，即摆就讲为着语言名称吼，包括6月13、14全国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其实为第2届就咧讲这啦吼。即届搁咧讲这，明仔载咧规划嘛是讲这，所以我就趁这机会甲各位介绍一下。为什么有遮侪名？福佬话、河佬话、越南语、福建话、台湾话、台语、台湾台语，像黄明芬、黄文轩伊讲的就是台湾话。有的人写东西宋诗词吟唱，咱讲因是河佬话。我是讲伊第2来分析，所以遮足侪名词安怎来？我伫遮较用短短时间甲各位做一个介绍。为族群的角度来讲，这个词我是建议各位就莫用，是安怎？因为这是一个歧视的用词。你来看迄个客家朋友吼，这拢是客家朋友对咱这个族群的称呼。你看有这个人字旁，这个喏，这有时这喏违反这个。伊是讲的就是为福建遐个人哦。毋过到客语内底讲实在，若有这个喏呢吼，其实拢变无好的词。草仔叫杂喏，下到叫下喏，就这拢是无好的吼。所以人甲咱用无好的词，咱毋通搁家己用到欢喜甲吼。我再搁去查咧吼，这落吼对盗贼的无好的称呼吼，像咧下落 new person 就是讲袂晓讲话人吼，所以这其实这个努力其实对台语并无友善。好，这是上典型的，伊嘛用这个词来做称呼。这是受成语来的成语啊，这是伊安尼写吼，大家当帮做参考。
即个领事头先问伊族群是讲客家甲咱叫闹迄字吼，咱就莫甲接受。对历史角度来讲吼，是安怎？人会讲咱台语即部分会当保留中原的古音，历史发展是安尼吼。是安怎会叫河洛话？这是有历史发展的吼，因为保存中原的古音。咱来讨论一个问题吼，东条首都到底是长安还是洛阳？你认为是长安，请拍一；洛阳，请你拍二吼。我来看一下，看各位历史观念对毋对？有一到二哦。是看下咧，到底是中安还是洛阳？即摆来画的较济。好，我知影恁的意思吼。后来我甲各位介绍一下，其实两个拢是，不哩个是一个是进前，一个是后来。是安怎会安尼？皇帝若会欠库银，是佫会欠粮食吼。因为是安怎？隋朝的时阵，因为因个皇城去较内底，中安较内底，你要物件要运送，你还佫开一条运河。西元584年的时阵，拄着奇兴，运即共款无得解决，所以即个时阵呢，隋文帝只好干甲皇宫搬去洛阳，所以这个历史上这叫独龙天子，就是安尼来。咱来看这，本来是伫较内底这中原。对个，因为就是你看，无论是南北要甲物件送来到遮，足无方便的，因为粮食地方用运河嘛，就算伊有开即条，毋过地方遮敢有通，遮无通啊！所以为着要互粮食会当送伊哋啊，刷来这所在，你看遮足侪运河，安尼送较会过来吼。你看即张图，你大概就知影是安怎要叫河洛话。这牵足侪册，并足侪资料，是安怎叫河洛话？因为洛阳是隋朝东朝的首都，这首都的边仔有黄河甲洛水，所以就是讲，这较详细吼。阮遮做官的吼，阮拢是黄河洛水一带，所以阮讲的话就叫河洛话，安知意思无？所以包括即摆足侪人咧诗词吟唱吼，因拢讲阮是讲河洛话，包括围头路早期比赛，因也是讲河洛话，河洛语，迄个搭水果比赛，所以即嘛是尾仔有请伊甲改过来因即马嘛对到无改台湾台语即个是东条留来一个古音像讲五星鼎是煮物件是鼎。若文音读做啥咧？文音定，一言九鼎要安讲？一言九鼎。一言九鼎好，一鼎猪肉咧，一鼎猪肉。一鼎猪肉。一鼎猪肉。不哩个一言九鼎，你看，咱有时咱就是像这我讲拢较早期是鼎，后尾变做东调要改做鼎所以咱可能有后壁小可讲的文言，像讲新妇、金石、失礼、像这个语词。即种变语言的画法，自古早一直传到现在像这你若会用，咱知影东西伊上大的特色就是押韵，押韵就是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要另外，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定押韵。来，即句啥物人要读看卖来？
会举手，魏阳，魏阳，我看到你的名来，魏阳，进来。魏阳啊，出声，好了，你的是来，你有举手的你来，老师，我君自故乡来，应在故乡待。来日伊窗前，寒梅著花。这个应该是梅吧？你注意你读的时阵到阿文，但是花应该是好啦，没哀啦，哀我讲应阿文，我回来。哦，其实花这是大家拢都想过啊。怪怪怪呀。OK，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起床前，寒梅独花麦。试看卖，食看卖。你有做别，什么文？应该是哀啊，哀啊。哎呀，对啊，所以安尼读才对。所以你也讲吼，你用华语来读，今至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起床前，寒梅著花未。你用华语去读，迄是无下字的。要读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待。待这个本来这是代志的本字哦，哦，啊，尾也是讲配合较简单学习嘛，变成啥代志代替的代字哦。来日起床前，寒梅独花麦哦。啊，这前是文音，啊，背音是啥物？前、头前、进前，对不对？所以咱读古诗拢是读文言音，所以简单来分哦，同调的时阵，伊讲的腔口。就是咱所讲的读写音，还是漳州音吼。啊，甚至中国，伊2007年，伊就成一个闽南文化保护区，哦，这是全中国第一个吼。所以早期我嘛去遐甲因上课，因为咱台湾90年代就开始做，啊，因遐是96年才开始，所以是讲包括。请一寡台湾专家去甲因去做一个指导吼，所以迄阵时阵我嘛去遐，是讲一寡经验互伊吼。所以咱为另外一个角度，咱头有对族群、对历史，另为语言的角度吼，真实记录天下共读字，所以讲读录中原，中原伫倒位？中遮，所以遮拢是人，所以拢是番仔。东夷、西洋、南蛮、北狄，啊，要死毋死？台湾人为一寡祖先是为福建才来，所以变做闽南哦。啊，像这支那，这是早期中原中的支那，这代表中国这个树哦。今夜南蛮缺席之人，为先龙之道。就是讲，咱的祖先讲的话吼。对因来讲哦，咱像鸟仔咧一提哦，因听无。其实每一种语言，你无学习，你当然袂晓。就讲，罗西亚的话，你无去学，你甲我罗西亚讲话吼，足奇怪啊。你可以你看说文家己这蛮东南越，社长将抢门声啊。所以有人甚至早期为着闽南语吼，搁去教部抗议。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啦吼，因为就亲像较早期的祖先话是拜蛇，包括即马原住民吼，像讲迄个排湾族，因为去拜蛇，伊这是汉人拜灵，对个伊这拜蛇，讲实在蛇甲灵拢是流来流去的物件吼。袂当讲，因为你感觉你较高尚，你拜是人，啊人拜蛇，你就讲这样哦，啊较无程度，会使呢？哦，咱对每一种族群，拢爱尊重。对，某人讲闽南语是足歹听的吼，所以要甲伊只糖蛋。
因为有时就是就算阮老母搁较歹，阮老母嘛是阮老母，袂当讲每一项拢要找林志玲做老母，哦，要找杨丽花做老母，迄是无可能的。哦，咱爱尊重每一个人哦。啊，咱的祖先有3界造反，什么叫造反？逃难啊，吼，逃难。第一界是西一个永嘉之乱，啊，因为北王之乱，啊，尾仔发生着五胡之乱，所以足侪做官吼，为中原一带走来福建遮，所以叫移关南渡，哦，这是第一界。五胡乱华再来到泉州一带，注意这地点哦。所以咱的文言甲白话就甲历史发展有关系吼。所以在泉州一带，你看五胡乱华遮吼，啊，战书你看伊走伊遮来，啊，国民政府拍输了，走伊遮来，啊，即摆大家若无团结，要走去倒去，跳海自杀吼。所以这历史的发展拢是安尼来吼。啊，这是泉州府哦，想讲这惠安、南安、东安，哦，所以嘛，即句俗语讲，金门毋认东安，台湾毋认长山，迄意思就是讲安那，咱的祖先可能是对遐来，不过因为我伫遮发展，甲原来就无啥共款吼，所以变做语言就无共，所以讲金门毋认东安，台湾毋认长山吼，到底啦，东安、厦门。哦，所以金门、厦门其实足歪的吼，所以啊，这种先是惠安哦，叫泉州府。啊，像这调安这上趣味，对吧？客语有6个参考吼，四海大平安，四线海路到虎牢坪诏安南市县，6岁对无？诏安腔，叫你讲较我咱台语啊，较我客语，你看你地理来看，哦。诏安腔靠我台语，请你拍1；诏安腔靠我客语，请你拍2来，我看者。诏安腔，你甲看这地理的，虽然是课，所以你注意有时注意听分龄咧，早晚课讲话甲咱较共，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甲生活甲大家介绍一下吼。啊，另外东条有人写应该行，这首诗讲，国民必我皆在南，丹宁至今宁静理，表示。因为是北王之乱，尾仔五胡乱华，所以走伊遮来，所以有时会保存一寡语言，吼，这是历史记录，我甲查出来啊。像啊，咱的祖先这个泉州一带啊吼，啊，这有一寡白手用，对啦，水瓢。好虾，有诶讲后遐，有诶讲饭诶，这个事吼，你看拢足早就留落来哦。啊，这是百越民族诶吼。乐散啉秀。各位，这4字是先有音才有理，也就是本来就有理。你认为是先有音，尾仔咱甲创造本诶拍音。啊，那你认为这是就是大外民族因用的本字，请你拍字。这袂歹哦，大家观念都正确吼。嘛是有人拍字呢，这个字拢是人做出来，这拢是先有音才有字。啊，像这散就对华语的散接过来，啊，落就是啊，这种会议身体很长，啊，听有无？啊，啉是甲啉啊，因为要用嘴去做动作，所以变做这里叫做啉。哎，晓未？哎呦，用手做，这是原住民，啊，是先有音才有字。当机啊，像这样。查某、查甫、慢囝。所以吼，
恁兜附近若是保生大地足兴诶，可能你诶祖先就是为泉州来诶，所以有时恁无共族群诶地名嘛无共哦。我咧讲新北地区啦吼，士林跟树林两个音有共无？士林在伊咩读？士林。树林，啊，树另外林吼，像哪？林就是文音。啊啦，树林诶，像哪？树哪，你有注意到无？所以可见了，像哪是泉州人咧讲诶，尤其加一个啊，感觉足亲切，对毋对？哦，来，咱来讲台中大甲大肚，伊会安怎讲？大甲，大甲大肚，你看大就是文音，就漳州音。啊，若大肚，遐可能因诶祖先是泉州来诶。啊，咱台北、台中来高雄、冈山、凤山，还有一个什么？公山红山，红山，公山红山，公山红山，基山，凤山、冈山、旗山来，基山这，三个山名啊，公山、基山、红山，红山无着，基山，公山、公山，旗山、公山，公山，公公山，山、红旗山、山、红山、红山、基山、红山，公山、旗山，你读山就啦。文言音。将勇敢，老师跟有寿山加太平山，有山，哎，寿山，寿山加太平山，第二个半平山，五指山、观音山，高雄是寿山还是寿山？寿山、寿山公园，我咧讲，平草山，草山无毋对，这个所在咱叫草山无毋对，草山是较个普通，敢若你讲吼，早期泉州音吼，咱较生活化，哦，所以这和头前啥物安尼发音无关联噶。有啊，甲你族群的声音有关系啊。哦，无，我讲头前像讲观音，啊，伊就山观音，啊，观音山，在的，冈山，在的人伊是对倒来，伊就伊咧话来讲，鼓山，啊，就高山，高山高山，高山，诶，啊来，第二届召唤，迄个为东调开始吼，万苗少官遮啊，我甲单元讲，单正是老爸啊，单元讲姓人敢知影？唔捌。台湾讲，你毋捌哩哦，真台中姓王啊，哦，开始你去叫南庙口吼，迄拜就是台中姓王哦。开江姓洪，因为统治了，就用因的话来教咱的祖先吼，所以上早期的国语政策对东调就开始啊。因为统治者拢是安尼啦，感觉从统治人无水准吼，所以咱要用伊的物件啊面对互管理的人，开宗姓王吼。第三届早晚是五朝之乱吼，即共款，所以即两届拢是用东调搬话。所以变做文言音、读册音吼，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吼。像这来，这先人咧吟一个来，回去。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海。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碧发，朝如青丝木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来，这个是咩讲吼？当调拢用文言音，所以各个古诗吟唱爱用文言音吼。来，我念一遍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求海。君不见高堂明镜悲悲发，雕如青丝木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哦，你个吟诗爱开口啊，对谱对谱啊声啊，对。哦，你要连续搞起3个4个，你有注意到无？不是讲吼诗词吟唱的时阵吼，你看来发，就这吼，来咱来课一下，好，边个拍谱啊？边个拍谱啊？来，说是文音，啊那白话音是啥物？咱来对照一下，这里白话音是啥物？说啊，这里花文音是花那白音嘞，花花，啊再来，花文音是关，啊那白音嘞。关月月来，啊用的，白话音的，英英用，对，啊像这3个吼，比如红色这加一个音尔，啊另外这个注意哦，这里其实加一个音尔，这里回，不是个因咧习俗音有时没有人来签啊，老师。啊，啥物？咱古毛白几号嘛？因有时为着要押韵，其实这里根本无害的音，为什么要改？就是要甲头前这关啊，押韵哦，所以诗词吟唱有时会家己改韵哦，这就是要到头后较会识拍者安尼吼。你看东条，记住好男儿，经年学语时，文知临客时，上得老有诗，杜甫哦，诗圣哦。你看人客这个词有无？保存遮对不对？来，李尚敏有眠床一张，该是700。你看眠床这个词，咱即马有咧用无？有啊。哦，放喺面中，在调秀出见相低音。你看东调音的写作拢是用咱即马将九音、读册音来读吼。宣示救援，风着客，驾升在调并无伦。可怜从夜半忽见色，不问重生问归行。咱讲你做在调，这首歌咧用，留到即马吼，为东调留到即马吼。这个贵戚为如子，必发千色无管来。是安怎我读无？你讲老师在明明是鱼，是安怎读无？有人知影无？就是全场腔晓，文言音，就是漳州音，哦，所以这有时吼，鱼是白话音，啊牛是文言音，哦，因为东调当然是就是安创作的吼。城西福薄故人来，急走风险找袂饭。我咧找饭，咱即马搁咧用吼。你看到明调哦，好生，你俩华语是好生热闹呢。爱是写啥？好生闹热，对不对？闹热，所以你看这，咱一寡语词，包括为东调、宋调、明调，拢一直流传落来吼。所以因为拢是对遮来，所以简单来讲，迄叫闽南语。哦，闽南语就是安尼来。啊，有个人看这3字做袂爽，我感觉咱是历史发展是安尼啦吼。就我头讲的，就算阮老母偌歹，我嘛是爱记老母吼。母语就是母语，啊是安怎？有个所在讲福建话，环评哪有真好趁，真侪人去几个环，拢是家乡环境别，才着出门渡难关。咱早期咱的俗语讲着啥？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过番剩一半，过台湾无地看，因为去台湾啊，爱经过乌水沟。10去6死，3楼一回头，毋走是见头。
哦，所以拢是移民哦，遐为福建遐移民去，毋若讲来台湾尔，伊搁走去别位哦。你看，当年即个歌，你看这叫以下什么歌？有看到无？你去新加坡，你看到着福建歌吼，福建歌，或者李茂山，你看嘛是福建老歌吼，福建哦。工会，你看工会，你去新加坡买就是福建吼，福建话。啊，上再来，即条歌趣味啊，你听看有无咧？这是马来西亚的。而且影片拢，那无啥呢？虽然走袂出来，迄片拢对不对？包括新加坡吼，新加坡因有4个族群，其中就一个华人，华人咱讲的话就是福建话。不哩个新加坡的总理去海南开会时阵吼，伊咧讲起，就是咱遮一寡人吼，去中国就讲要拜伊的祖先。毋过新加坡认为，语言甲文化会当做连接，不哩个对国家的政治忠诚甲政策一定要严格分得清楚。所以新加坡总理伊袂绝对袂讲哦，我是中国人的，伊绝对讲伊是新加坡人，所以可见语言文化会可能会共款，不哩个咱的政治发展是无共款的像讲科普，比如玛利亚骗子，这是位荷兰人，因为荷兰人1624年到1662年统治台湾，对不对？所以加减一寡话嘛留落来。举例日本时期一寡语词大家你若有兴趣，我这个当然咱会放甲各位分享。像讲啦，便当，小干一个条因为伤济啊。这种用共款汉字便所、便当、奉上、寡用口罩较紧。第二种就是为苏式、脑里、瓦萨比透露，这就是为伊发音来。第三是日本的外来语讲到外来语，我感觉这个上出名。西米露听有无？西米露，西米露是啥物？世宗啊，谁中？世宗，你敢知影西米露为倒来？因为英过国啊迄去名字条街啊，对，迄条街啊，迄条街啊名叫什么 ？Savile Street，Savile Street， 听有无 ？Savile Street 是迄条街啊名，所以要评讲你看日本人治为什么爱穿即种所以要臭人讲我的西装是足贵的，要讲去英国买来，去倒位去 Savile Street 迄条街啊，所以变做西米露，安尼晓袂？这资料大家讲做参考啦，这是一条街仔名像这识读，因为日本人袂晓发字音，所以伊袂晓发字音，伊就家己加一个 O， 像这来，咱英语叫 less， 日语要安怎读？拉斯岛，拉斯岛，你看伊叫一个 O 了，对不对？来，所以斯多布，毋是啊，斯多布，斯多布是另外一字啦。我即摆讲 short， 小岛，小岛啦。你真正读个小岛。头壳小岛，段落，这个奥岛，澳岛，爱讲澳岛，你讲我是澳岛。这个你应该会晓啦。我感冒岛，剑树堂那岛，这叫啥？剑树堂啊，较早。大卡马岛啦，我要叫你考音啦。大卡马岛另外头是 T， 迄头伊发得出来，即摆是个来，就这 back 这可以发得出来，伊会变做加一个 U， 头是加 O， 你看伊会 T 加 O， K 有 U， 所以 back 变做啥物？
八股，K 不过有背景啦，是啊，这个只卡达洛布、卡达洛布、啊，这个孔古力、空孔国力水泥啊，卡达孔古力、咪古啊、麦谷麦这谷，把这 K 也加入麦克风啊，啊，这个那个带，内骨带，你骨带，你看这 T 拢会加一个，会 K 拢阮会加爸爸拢讲一个， ice cream，会对，迄像这啊，炸米薯啦、后薯啦，拄仔食这种吼，拢是共款，你当参考。诶，恁后兴趣我这有整理吼，按照老师讲，袂晓整理资料上好吼。啊，日本时期其实用你最看，日本时期拢有台语会出现啦吼，台语，哦，你看这两年看到我想要甲各位介绍，包括嘛族人，问讲到底按照老师是写这个大写还是小写？无论大写小写，我甚至讲这里是简体字，这里是这里读做台，这里读做宜。哦，只是无共音，不过即摆拢人能做伙诶吼。啊，甘无林木书你看，这啊台语书底这书就出现啦吼。啊，这个名我甲各位介绍者吼，这本来读做台，这读做宜。唐尧舜位宜顺不宜，因为伊要加年为互伊，爱感觉袂爽，所以讲宜顺不宜，爱听无？啊，到东调、宋调时阵吼，人拢是安那，人拢足分散诶啦，所以即个台还是比较较济，所以用倒一字，用以即字来代替，因为即字比较安那较少吼。啊，到明朝、清朝吼，不免记，金瓶梅这种规个共音照伊甲即来用。啊，其实上我去查资料，台语即个词上早起出现是152年。明仔载要讲原件吼，用来讲历史吼。台语这个词152年就有啊，吼。啊，像讲兴和的碧海游记，伊拢毋过伊拢用即个台哦。啊，连行嘛是写字台吼，写文章出长，互你参考就好吼。你看哦，日本、台湾、中东，你看伊写字是台，不哩个这符号是啥物？这是语呢。甚至这看咧，我个找无啊，上着你看，台湾地理看，即嘛是写是台，台地嘛是即个嘛是写语。哦，啊，闽南语这个数是1935年才出的年吼，所以事先有台语，才有闽南语这个数吼。啊，国民政府来了，你看，下底水看台语，这是有蒋介石来转因来的哦，所以。国民政府内时，拄开始拢会讲台语。蒋先生，伊遮早，你嘛真好早。是啊，较早起来人较有精神，加真爽快，而且用做无来斗的吼。比如讲食饱啊啦，啊食饱啦，你看，你遐看袂？煮啊食，喝啊饱，喝啊啦，对。其实早期吼是用注音符来表台语的哦，哦，这是包括新政府啦吼，行政院长这种有出版。其实早期国民政府拢是用台语，不哩个到1966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吼，迄个时阵蒋介石是讲啊，我会当反攻大陆，所以伊就算把台语改做闽南语，吼，所以即嘛是个政治的操作伫遮吼。尾来变做安尼吼，啊，另外咱台湾即马是安尼啦吼，公家机关你要写就讲台中、台南、台东，一定要用这个大台，爱听无？啊，民间的国家一样吼，所以台湾台语，台湾的台爱用这个，啊，台语用这个，会晓分袂？台湾台语吼。你看，咱即摆已经改做台湾台语啊吼，包括科技院即摆嘛改做台湾台语吼。即摆股票咧起吼，啊，大家讲啊，无趁着啊，一个月来讲，国家的主权要素是人民、领土甲主权，毋是语言、宗教、文化、语言。其实咱这边甲迄边无法度切解离啦。
若要切到里里吼，咱的妈祖婆，吼妈祖婆开宗圣王、关帝爷拢爱上行中国。咱有共款的宗教信仰，不离个咱一边一国，哦，咱这边甲迄边是无共的。毋过文化、宗教、血缘，这是有时切袂离的吼。啊，像这啦，离婚的高代囡仔爱晓讲台湾话吼，这是特别咱爱注意的吼。哦，所以这个这部分先甲大家做个介绍。啊，说起来，来新人要读看卖，这我已经甲你解过啊。来，这边新人要读下两个囡仔歌。阿母定定讲的话，互阮照时越头背，教阮做人做起工，叫阮哦，是叫阮哦，吼教阮叫阮啦，叫啊，是说叫阮做人做起工，日子过着照起真工啊轻松，认真看，照起工。嘿，叫阮读册爱立志，骨力拍拼出名利，叫阮做代做书做事脚踏正，正脚踏大正，正，世界行大，心头定。你看这算是下安尼变啊押韵。无啦，这写的时阵吼，咱咧写咱的押韵，不离个因这创作无一定押韵吼。阿母定定讲的话，互阮照时越头背，叫阮做人照起工，日子过着真轻松。叫阮读册爱日志，骨力拍拼出名。叫阮做事脚踏正，四过行搭心头定。哦，各位咧读的时阵，开口爱有吼。人人不爱。毋过这声应该放得出来的。这声放袂出来 ，OK， 来。细汉读国语时阵，阮阿母带我去学校，伊用清楚的华语讲话，带着台语的腔口。迄当阵，我的心内是感觉真歹势。迄当阵，我的心内是感觉真歹势。即摆我带你去学校，我用毋爱话甲你讲话，就是讲伊敢问我，咱兜讲话哪会甲人无相共？迄当阵，你的心内敢会感觉真歹势？迄当阵，你的心内敢会感觉真歹势？吼，这是现代创作吼。啊，我即摆重点是讲厦门甲咱台湾一寡创作的物件，咱来做个比较吼。来，这简体字吼。我暂放的，袂出来，即摆也袂出来。小朋友，来，什么人要读看卖来？要用简体字的。小朋友注意听，过马路，毋免惊。毋免惊，这个就是因厦门用的字，这就是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用心看，手交规，靠右行，小朋友着记定。袂歹吼，即摆愈读愈顺啊吼，虽然是简体字吼。啊，这个。老人拍落喙齿头，食饭免步吞喉，配菜亲像牛食草，见着风吹目屎流。少步行路，迄两句我就真正内好，内好呀。毋过你看，你真好，你个走者，会安怎走？着得爱教，咱着遵循甲有效，互伊食到饱通头。咁咪意思是啥物？扫呀！老人拍落喙齿头，食饭免步吞喉。已经老伙仔已经无安啦，无喙齿啊。
所以各位有志吼，你喙齿一定爱保护好吼。配菜亲像牛客草，记着风吹目屎流，少步行路酷酷扫。你用伊无共吼，不是就你当用伊嘛？咱的扫，会当有啥物扫？黑菇扫、酷酷扫、冷扫的扫，对不对？啊，烦恼事你就要搞，咱就纯纯甲友好。像咱去教吼，你看伊教，咱是写个人和，互伊食到大通头吼。来，这边较简单啦，这个就是五毛。来，什么人要甲看卖？国姓爷地成功，志在四方真英雄，拍红毛收台湾，造福百姓立大功。国姓爷地成功，哈，迄个继续中，新开风保海中。两岸百姓记心中。对啦，国姓爷地成功，住在四方真英雄，拍红门收台湾。红门就是啥物人？荷兰人，荷兰嘿，拍红门收台湾，做互百姓立大功。国姓爷地成功，毋惊艰苦继续冲，新开方拍保海中，中华百姓记心中吼。哎，安动歌，这是下门安动歌吼。安动歌啊，我是有注意，唱行，唱去，上街到街市，迄菜哪叮当去。啥怎我要用罗马拼音无爱写汉字？你啥数？会着语声词，会讲状态词吼，咱尽量用罗马字，有去找字哦，足麻烦。按同哥仔双脚夹入到车市，开喙叫，佮开喙叫一声头家啊，目睭白白视，东边看过来，西边看过去，也一目看一见，迄规字目，规字，后面规字咱就写拼音着啊。啊，瘦的红记，我按同开喙着问起，这一支是要偌济钱？台弟阿兄就因为肥的一斤7块，一正的一斤9.7块，按同哥仔实在有煞拍，搁顺续买礼物，转来去煮正肉，钱家己用互伊打，顺续买猪脚、买鸭脚、买鸡脚，按同哥仔水鸡鳝鱼皮，逐项嘛真介意，又搁盼下去，随家己红棍仔安那。电动戏，电动戏，来东边动过来，西边动过去。按同哥仔买菜真正厚，味素要转来参汤头。爱头手迄落，想讲迄落，就是讲迄落吼，迄落五加皮，买啊手是要食偌天，赶紧要买，排转来去。这是厦门的，甲咱台湾其实若好做，我用条歌，不离个，你听的声咱放袂出来。你真正袂出来，影片我看下影片出来，我嘛袂出来。好来，两边拢有哦，好来，这边什么人要读？先无我都出来，无紧，咱就家己来读。来，这边什么人？阿不得戇狗狗，無人拍家己好。人插花你插草，人伸骹你伸頭。人抬豬你抬狗，人咧笑你咧哭，人咧行你咧走，人伫無啊你人伫無啊你笨斗。咱台湾有类似这条歌无？阿不得，有，我即摆有唱咧过啊，有。阿不得就是不倒翁，敢毋是？咱台湾听讲。来，伫遮，我讲咱传个主角调整个吼啦。阿不得，笑容满面，人缘好，讲话有礼貌，读册上课第一好。大岛家己爬起来，像阿不得真正好吼。
你看迄两边用做像这啦吼，来这边什么人来？ A 个 A， 伊条西过溪，溪也深，海也深，海底徛观音，观音城生狗仔囝，生几只？生3只。囝上卖，囝公仔卖，卖几钱？卖3仙钱。无红米，烧红圆，食饱饱，爬上天，跋落来变变变。 这圣经啊，歌趣味啦吼。不离个你讲应用这里，咱会安怎读这里？咱用什么所在？咱用下门的物件，甲咱台湾来做个比较来。L A， 咱是 A 就 A 对，我是讲这里啦。这里咱用什么所在？暗国加国，毋是，好，拍国家嘛是会使。啊，你看迄个较糖，对不对？较糖咱嘛用这里啊。拍国家。 学堂啦，学堂，嘿，好可惨哦，很割出来。这哦，咱台语，咱台湾个，我是教咱台湾个字吼 ，A 就 A， 啊，另外这各位吼，你咧教学也是创作当中吼，麻烦你写一定要写啥人，因为这个词有3个音，什么人会晓？嗯。 这个词有3个音，读出来无共款。像，啥人一个？嘿，啥人？啥人？你说啥人一个词啦？啊，两个是发音词，啥人对不对？各有一个。 啥人？谁？有条够一个像翔。啥人？所以你写出来，伊要读，包括咱咧朗读比赛共款。你要讲啥人、翔拢会使。哦，不过你也是讲固定一个音，就算讲，限制一定安尼读。好来 ，A 和 A， 咱台湾就较闹热啦吼。来，马上。 来咧 ，L A 周字水鸡，水鸡18种。周字周字水鸡，水鸡周字水鸡18种，独角托七鸟搬过机，独角托七鸟搬过机，狗甲猪袂生，新生拍学生，学生加打水，新生做水鬼，水鬼头尖尖，面线掺豆签掺汤汁，参蚵仔，仔。蚵仔换汉字，豆签掺汤水，豆签掺汤水，蚵仔换字吼。汉字 A 和 A 交字进水鸡18种，独角独七鸟搬过机，狗甲猪袂生，先去拍学生加打水，先去做水鬼头尖尖，面线掺豆签掺汤水，蚵仔换字吼。这个是咱咧搬水语吼，不离个伊押文押了无水过吼。来这边，你看我讲个主题，我尽量去找吼，来这边找。来这边换人，什么人 ？L A 周字水鸡18种，瓜仔煮龙井爬无肉，鸡煮拖甜。 蚵仔煮番薯有红皮，土龙煮田螺会吐手，
土沙井河流皮扑跳，安怎来算数？怎样来算数？安尼已经足厉害啊！你看这边有，我感觉即个较顺吼。啊来土壤就即种物件啦吼。啊来上再来，这边较简单，什么样？前看布烂，前看布烂，下看倒单，田蛤仔看着跳过田花。这下两个伊较短，不哩着吼。你听我讲吼，来，我读互你听。豆茎鸭母茶，好斗兼卜鱼，鸡看拍国鸡，狗看吹狗犁，前看布烂，下看倒单。十来鱼看到跳过田花，后尾看到屁喙烂。你看咱台湾较这拍个了吼。啊，你头听，你听有无？啊，了过来拍来整理出来。这是你看，这篇哦，其实伊主题吼，咱甲下两咱内容较宽。这篇重点是放伫啥所在？考细心啊！不啦，主题伊是要考细什么款的人？人的外乡，迄个人可能生啊足歹看的。这是嘛为民间故事传来，我甲改编啦吼。一个读册的人去菜市买物件，嫌东嫌西吼。你会知影人咧做生意的，因做无用啊。啊，你搁嫌东嫌西，搁无买吼。阿嬷会去性地啊，所以这规盘拢是阿嬷咧卖迄个读册人来买说。豆茎什么意思？肩不能提的，读册吼。鸭母茶，扁平足。啊，行路乱说安尼啊，好斗兼卜地，吼，这规盘吼，处理啦吼，大家讲做参考吼。来，这个啥人？食三碗公，食三碗公，做工课闪西风，腰脊骨两顺风。讲到这吼。咱若是看这个笑人讲啊，这个人，甲食要食吼，啊有人讲吼，食饭若母上拍好，做事若桃花过度。重点是讲这个人安怎？食好做功课，搁来做饭，搁来食饭大做。对，搁来食便大做。来，咱搁想看卖有无？搁来食便大做。这是华语所讲的啥呢？好吃懒做嘛。好吃懒做。啊，你个，啊个，咱头已经讲到。好谈，冰单骨。够无？食若变好，做若久咧熟。你搁讲一个，伊会讲了真好。食若变好啦，做若久咧熟。我感觉你头前后壁无押韵的。食若有变好，变好，做代志若久咧熟。要食好，做要做功课啦。哦，是说安尼啦吼。啊，甚至有个人是安怎？讲着食，真化呀，讲遐，啊，若讲着做小体搁小过安尼吼。啊，是毋是较趣味？四句迄历史故事啊，食饭着四句讲啥？啊，若做事着单三磨行，单三磨行安怎？单三磨行爱足紧来做慢。就慢。这单三磨的故事啊，伊为着要用撞的，要食着用撞的。要遮用撞的啊，做代志就聊来吼。
像这大家拢做参考。无要食要食食食无毋对，食甲流汗，做甲胃寒吼。做哪久？食那病做工课那抢，就是安尼咱有种押韵吼。食人半，做半人。啊听有无？食甲流汗，做甲胃那寒。即问对，当大家参考一下吼。食饭我头讲的四顿公社，做事单三磨行吼。毋过咱就较笑亏啦，食饭咱不上拍好，这些就桃花过度吼。来，希望爸啊，今仔天大人要趁钱，囡仔爱过年，其实这条台湾下文拢共款吼。来这边来，这边往上。正月正，尊福敬祖入大厅。2月2，清香四果谢土地。3月3，桃仔李仔双头担。4月4，桃仔来李仔去。5月5，西瓜出头满街路。6月6，上水拍落毒。7月7，迎迎收石榴笔。8月8，牵豆丁满豆芽。9月9，风吹满天好。10月10，收五冬，头家找长工。11月挖面豆，家户户人烧圆。12月穿新衫，要过年。正月正，顺福敬祖入大厅。2月2，清香四果谢土地。3月3，桃仔来，桃仔李仔双头担。4月4，桃仔来，李仔去。5月5，西瓜出头满街路。6月6，上水拍6竹即马更较少看。我看下侪相片咧看，迄个以前咧犁田爱用的吼。7月7，迎迎收石榴，这是石榴。石榴这是果子当中的红宝酒呢。伊迄足侪营养素，维他命 C 吼。搁好足侪对人体这石榴吼，这毋是石榴，石榴。8月8，牵豆丁满豆芽。9月9，风吹满田吼。10月10，收孟冬，孟冬是表示啥物？孟冬。尾二的球啊，第万冬。第二季啊，第二季的吼。第过来，二季，咱来看台湾的这个，咱差不多吼，大水车拍6搭。你看哦，下两个吼，这桃仔李仔4月个桃仔李仔，伊只有中午，不哩个你看咱台湾的无中午哦，对不对？哦，这是无共的所在。3月正，请囝婿入大厅。2月2，太猪公谢土地。3月3，烫面油穿白衫。4月4，桃仔来李仔去。5月5，龙泉果水内倒。6月6，大水车拍6搭。7月7，迎迎乌石榴笔。8月8，牵豆丁满豆芽。9月9，风吹满田吼。10月10，冬瓜糖霜落煎鸭。11月过年月，12月人吹果。你看，你甲做一个比较，你看伊这中国比咱台湾创作较无。什么叫6搭这啦？牛带头前拖后，人爱徛伫顶头，徛顶头增加伊个重量。这牛个拖伊会转嘛，土才有法度翻头。这是一个这啦石榴。这做营养成分的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吼。这嘛是较重好无？不哩个吼，我感觉这个球，我有看出来无？普通人捌头家落田拍6搭，有时咱咧教过程当中，咱会拄着一寡古早物件，即摆囡仔可能生活经验较无看到。因做老师爱做啥物工课？讲话敢袂当小可解释，像这6搭讲是头。连看无甲知影意思，敢会当甲解做6月6前朝兵离台湾，有押韵无？对吗？
头家落田拍6搭，倒啊搭吼，啊，新车兵离台北，哦，你感觉有些甲解过？其实咱12先想好啊，12先想吼，一处他名，二胡西里兄，三虎爬山行，四兔游东京，五陵风地名，六蛇互人惊，七尾跑兵营，八羊食草领，九狗爬树头，十八啼三声。以上吼，重点是不要正歌，伊若是财到为客兄，12支菜刀仔命，这两句有啥物无好诶所在？客兄迄个音吗？对，客兄，咱以后要甲囡仔教讲客兄吼，爱用囡仔诶语序来讲，客兄是啥物？做安外口有查某，迄叫啥？小三，小三，好来。啊那查某做某人外口有啦，有啦，迄叫啥物？小王哦，K 呀，小王对，来，即句我当然是我听我毋知影意思，我问学生囝，学生囝甲我讲哦，安怎你很怂诶？你看小三跟小王差在哪里？小王有一竖，有一杠，不，有一直直的。这样子，一竖你讲话较文雅啦，你若讲话袂这样文雅，哦，你很笨诶。小三跟小王就中间差一根啊。啊，首先来，目睭公，目睭薄，念伊笨，念伊好。因为咱有时咱囡仔时代吼，哦，这阿嬷破解这物件偌有诶，啊，咱台湾差不多嘛是啊。目睭公，目睭薄，笨笨诶，念伊好。而且这时阵哦，阿嬷练到这时阵会做啥物动作？哪吹哪补哪念。啊，无啦，头前拢念到尾啊，目睭公，目睭薄，笨笨诶念伊好。安尼向向甲分出来，因为囡仔咧听你念，感觉趣味趣味。安尼向向甲，囡仔听着目睭就会啦，会剃大立起来，背起来。本来内底有一寡营养嘛，可能剃大率，可能营养就会啦，就会出来。哦，这嘛是咱老大人诶智慧吼。安尼这个词是着砍扫哦。这两三是囡仔人着砍扫无代志，天公伯啊会保庇。着砍扫来，咱台语有啥物扫？酷酷扫，黑姑扫，酷酷扫，黑姑扫。派虾扫，无咱咧讲，派虾扫咧这个，零扫，派虾扫毋是扫呢。yes， 派虾扫是讲话口气无好。加扫，扫有头无？有着扫着零扫。零扫的扫，热扫，热扫有小可较淡有啊，较高啊，较迄个老，较高。热扫无糖啊，零扫才有糖啊吼。热扫、零扫、加扫，这黑姑扫，黑姑扫啥物？黑姑扫，黑姑是气喘呐，气喘，这是酷酷扫。对嘞，大力扫，大力扫，一直扫袂停。大力扫了百日咳啊，这样用诶。对，毋是咳不停，还是百日咳哈。老人穿扫，老人穿扫还毋是扫。来，甲扫有关的台湾俗语，即看觅。黑姑白轮的扫。年头食咸菜，年尾才长扫。医生惊掠扫，做土水的兼掠老，土水惊掠老，总埔惊食豆。惊掠老毋是兼掠老哦。做土水惊掠老，惊总埔掠，惊食。惊猪医生惊医生
惊二扫，够无？年头食咸菜，年尾食长扫。先年头惊地扫有啊，有人写出来。伊先惊地扫，年头食咸菜，年尾才咧转扫，表示做代志反应安那，反应足慢。嘿，哦，够无？嘛是反应慢的赞。下句袂啉得扫，什么意思？受忍不住了，记在袂掉，不吐不快。对，好，这真正无好。听你讲规句是足讲用的吼，听袂落去啊。来，够无？酷酷扫无食下豆，这是咧讲亏啦，为什么意思？人咧扫，你感觉敢是你中昼还未食哩啊吼？酷酷扫无食下豆安尼哦，台湾人做爱讲亏安尼。迄个人话伤济啊，讲袂停。讲话讲袂停哦，去人兜讲话讲袂停，咱佫有一个词来形容呢。讲话安怎？去人兜一直开讲拢无要走，咱来讲迄个。灯卡称，长尻川，系着长尻川吼。这个酷酷扫无食袂得扫，是讲这样那作兴体吼。所以有时咱要讲口说，有时嘛做家己甲别人发生代志拢无共款哦。那家己剃头就讲安怎？剃一个头，三日个烟头。毋过若别人看到别人剃头，会安怎共口？三日的烟头，剃一个头，三日个烟头。哦，甲共款哦，迄个家己个甲别人个有差哦。前国金，后国银，国查某做夫人。别人囡仔磕头，伊会安怎讲？前曲衰，前曲衰后后曲良，相前后前国衰，后国良衰。边仔个双边比曲厝边头尾，相边边曲厝边。台语是足侪拢爱讲口说吼。来，这伊个用是讲，囡仔满月阳来我走，早起困甲下昼。阳来我光，早起困甲下昏。这是农业社会一个真有的状况啊！这是咧讲啥？早起来的时阵，带来走边煮菜，然后暗暝时徛来缸仔边看人做工课。因为早期农业社会吼，有好朋友真正足辛苦，爱顾囡仔，搁爱做代志，对毋对？啊，原来我讲早起困甲下昏，是讲囡仔你着好好困，乖乖困。啊，我甲你，因为我爱保龄，所以你毋通甲我吵。哦，这是主中道的吼。啊，若厝下暗顿，原来我讲早起困甲下昏。啊，若咱台湾的安怎讲？这是下晡版的。咱今仔是要做一个比较嘛。啊，下晡版咱会安怎讲？下晡版啊，台湾版的。年阳一小，一年大一寸。我是要让你困啊，你无用咧困做代志。大一寸，咱是会叫做啥？爱，哦，爱呢我早起困甲下昼，爱呢我光早起困甲下昏吼。来，哦，这做艺术的哦。来，什么人要读来？惊鱼无惊胆，放屎有干仔；惊鱼无惊人，惊对兄边。顶顶干。走甲找无人。对，上回读完，咱这样讨论。这里是什么？这里，毋是有干仔哦。顶顶干顶拍。
丁丁放晒丁这个讲干那啥话？迄个是对。我是讲一句，那伊这囡仔歌，伊要强调啥物？收惊吧，拍车惊，伊要强调啥物？囡仔着青惊，会打遐，会打遐爱遐。甲收惊哦。着，囡仔若着青惊会安怎？囡仔着大声，故意两个大大赛，毋是哦，故意兄啊，这是嘛是种心理治疗啦。囡仔不当时伊要醒的时阵吼，若着青惊会安怎？着青惊会着青惊，你会醒来会想，咱有时讲青惊插西赛啊，着放青赛，着囡仔着惊放青赛，所以伊即吼放晒定竿仔是啥物意思？惊囡仔干那笑，干那些即摆就是讲囡仔着惊可能会带青屎，即摆大人要甲囡仔心理治疗，要注意着，国早阿嬷拢做厉害呢，无论对啥物代志，拢有法度甲囡仔安搭好势，对毋对？免惊免惊，惊鱼无惊胆，放晒定竿仔，就是甲安慰讲吼，免惊，你袂带青屎吼，惊鱼无惊人，惊对耳仔边。走到找无人，就是讲即款歹代志，阿嬷甲你呼呼，甲你笑了后，这早期我感觉阿嬷最厉害这其实下晡嘛另外一条，惊鱼无惊人，惊着老大人，惊鱼无惊胆，放在定竿仔这大概意思就差不多啊来，这条。是啦，只能啥是，只能啥是，囡仔人惊着无代。土地婆啊会保庇，做书，保庇做头 B 站，做出来回读。做书，紧嘞，那个计啊。是我吗？做主，紧嘞。你莫定咧骂，咁我嘛，拢受华语影响吼，台语是故意无打无骂吼。紧嘞来，即两三是开始。一两三四，囡仔着惊无代志，土地婆仔会保庇，保庇你细汉好幼稚，保庇你大汉会顺时。囡仔人烫衫无代志，土地公仔会保庇，你细汉好幼稚，保庇你大汉会顺时。顺时过来烫过去啊，三。还有吗？保庇你大汉会顺时。还有吗？干嘛好来，这条囡仔歌，咱拢用伫什么所在用这条歌？囡仔洗身躯的时，着洗身躯的时，因为有时这阿嬷要甲囡仔洗身躯的时。逐头甲安搭，即两三时，囡仔人惊着无代志，土地婆仔会保庇你细汉好幼稚，保庇你大汉会顺时。因为你伫咧你汉，囡仔着安那，囡仔着听甲感觉足趣味伊听，即阵了到这动作，囡仔人烫衫无代志，着逐头甲囡仔衫烫来，而且爱搁做成。身躯头前后壁搭咧，
互伊无注意 distraction，甲伊身躯洗甲清气去啊。有诶囡仔足惊迄个啥爱去水问水去甲过目睭啦，有诶无诶。我这听阿妈会对面哦。哦，来，你看咱头讲这两三四个，不离个下问哦，伊拢是1、2、3、4、5，你有水对无？啥因会读1、2、3、4、5？纠音。因读文音。另外有一个观念啦吼，因为课本有时定定出现即个错误吼。1、2、3、4、5、6、7、8、9、10，这叫白话音。1、2、3、4、5、6、7、8、9、10，这叫文元音。安尼讲，倒位颠答？倒位颠答？数。第七行是7，其实白话音应该是念数吧7啦，7啊。1、2、3、4，数是文音。数桂红，这是文音。你考试考第4名，这是白话音。另外吼，节也是少音字，所以其实节甲一部分文白音吼。啊，另外7，字嘛共款。这咱读字哦，毋管头咱你看这个白话音咪读1、2、3、4，毋管若文音诶1、2、3、4、5，爱听无？1、2、3、4、5，吼。2、3、4、5。日芳花啊多，雪黄一节乌，飞来飞去飞无路。千只万只共一户，1、2、3、4、5。3、4、5，日芳花啊多，彩花粉做日裤，飞来飞去四五路，毋惊危险，毋惊苦。这我感觉台语有时真正吼，道袂完，捌袂尽吼。啊，有时佫互你感觉，毋知是啊。你看，你最看这吼，咱普通咱逐个标腔口吼，高阳腔就是南部腔吼，做主音，啊，特高音是做辅音。你看，飞飞，从高音做头前，飞，将主音做后壁，这嘛共款吼，像讲，坐，你有注意到，这边颠倒边，伊伫头前，u 伫后壁呢，你有注意这个问题无？其实这足深，你毋知影？你看花，啊，台北腔会读下，吹，台北腔会读吹，啊，就泉州音会读过，啊，台北腔会读过。高雄诶，像我南部我会讲啊，飞，不是个台北人是讲啥？飞。高雄人讲飞，啊，台北人咧，月，吼，迄个主音通吼，高雄腔拢是 u 啊，那台北腔拢是 对毋对？主音通甲辅音通，不过你去看，坐甲做两个拄仔颠倒边，你有注意到无？啥来颠倒边？我甲你讲吼，代志毋是咱戆人想诶遐尼简单吼。看过。80杯，上久。高话龟，高下鸡。你有做着看过吼，看。儿化音啊。
好，这个是我，因为红云叉吼，我有做者正义，我声吼讲甲拢破八声吼，我请秀荣来录，就是安尼吼。文白音甲红云叉是无共款哦。青春少年兄，青仔长，青仔长，对不对？这叫红云叉，毋过这叫文白音，爱甲分得清楚。啊，无咱咱到底是安尼啦吼，所以上主要是着讲，讲这算较老全球甲三脚者吼，就这。这里个，你是倒位人讲呢？宜兰，倒位人会讲呢？宜兰，你都毋捌伊人甲你拍一只，来，吃老全球吼，讲麦呢，还有一个讲麦，食饭共款宜兰吼，字紫菜，龙球吼，来，腰醋。哦，这你若有兴趣，我这当然也可以吼。所以普通拢是安尼吼，大部分都是有一对一，不哩个话是，这可能较复杂淡薄，我会甲做者整理啦吼。你若有兴趣，你会当做者参考吼。来。咱台语吼较简单，咱台语讲两句尔，讲两句。顶西关的鱼头关本鱼，不哩个下晡人讲较快吼，到海边仔，蚵仔关番薯，蒜头关姜丝，其实加这讲地带，这是凊彩去斗的。不哩个这字是字拢会当做白话。白话音，不哩个字吼嘛，当做文言，这是一个较奇怪的所在吼。来，这篇往下。土豆仁酥骨芳，猪肉炒油葱，5月节白肉粽，好食叮当。会真够呢。啊来，这台湾呢？来往下。油炸粿、小骨脆、土豆仁、玫瑰妹、马祖经点电火、饲仔内卖乌粿。玫瑰八，市场内哦，这倒是水者。啊来，这下晡的一只帮啊。一只蠓仔伊到阮个耳仔边，伸手甲伊扇者，喙皮煞乌青乌青。乌青拢会使啦，迄是红云叉吼。啊来，这边。目仔要加蛇翁，要叫蠓仔嘿加走。是加走。做面头，讲毋通加走，毋是讨动人。无比大只兼高重，介意才会亲像人。哦，这种处理啊。啊，像这这我算袂好这。这边啊算，就是一个人吼手爱举开，伊个手心是向下骹吼，啊，厝内边仔人拢爱甲迄个笔仔放咧伊下骹，
拿头地道白沙加走无味，老干保庇。红仔头伊发到红仔头的时阵一手伊就去互掠，互掠着人，摆电话你来做鬼安尼，这算过无？拿头地道白沙加走无味，老干保庇，红仔头一手掠着，骹手伤慢就会用掠着来，罗天罗前骨，青公狗夹肉骨，大髀水一窟，跋一倒免术。这免术咱台语有字呢。不过你是用遮，我感觉无合，所以我用罗马字术老师，敢会使改成脑术？脑术我感觉跟脑这是会用的。我感觉咱台湾人一定讲脑术。你着食敢毋是？我讲，跋倒脑术，有咱讲安尼讲较惯势啊。所以真正讲会用咱台湾有台湾的用法，用法就是讲迄个术。就讲写倒一字，术，一个手，这个一个竹仔的竹，平竹的竹。学术，对。另外讲着术咱咧拍人的动作有倒几样？有分摕物件到无摕物件，像要术摕物件的即摆有摕物件要共拍，有啥物术？有摕物件的时阵，讲讲，头讲着术讲。对，够无？笑落去，够无？讲落去，说落去，笑落去，够咧？整落去，木落去，猫落去。整落去就无摕物件整落去、木落去、对落去，拢直接用手喊落去，推落去，推落去，敢若牵落去，牵难免。你有当时用拳头母就好啊。对啊，牵用拳头母就好啊。所以有时啊，上课加减会当教囡仔讨论一寡语术，因为讲实在课本的内容有限，咱若是上课会当补充尽量补充互囡仔加有寡语术这个。这搬出去的啦。狗甲狗牵咧四界走，毋知是狗牵狗，还是狗牵狗。这较简单，来，这较长。树顶一只狗，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狗跋落来弄着狗，狗吠狗吼，狗走狗也走，毋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这嘛差不多啦来，你影片再放个出来袂？听有无？伊除了狗，佮加是狗，无听到声音无？老师，你要放即个迄个音档你要放的时阵，遐有一个3点，你你来个点讲包括音档，伊声才会出来。你要分享的时阵。我会记我拄开始我有设定的，还是设定无好势。等我一下即摆要安怎去看迄个所在？3点。3点遮。是毋是这所在？应该是的，这是中文呀，伫毋是的，伊有分享音档。即摆是分享，整个画面。分享也是说讲做包括音档。歹势。哦。狗啊教狗啊，狗啊摔落水，狗啊叫狗啊去举，狗啊来救狗啊。声有出来无？有听着啊。有听着多谢，我拄开始无注意着来，真正狗所在民间呢，伊狗
狗佮加字狗，三个甲扣做伙吼。带一群狗仔去钓狗仔，狗仔抱咧狗仔底，狗仔叫狗仔转去摕狗仔来甲狗仔勾起来狗仔顶。这你敢会晓？有人要试看卖无？搁听一届吼。带一群狗仔去钓狗仔，狗带狗，要过狗，摕狗仔来甲狗仔勾起来狗仔顶。哦，这高手在民间就是安尼吼。好来，即摆声应该会出来啦。嘛是无出来。我来，环评哪有真好趁，真侪人去几个环，拢是家乡环境比才叫出门渡难关。即咱头讲过吼。其实以早咱俗语，咱台湾这边是讲福建歹徛起，大家紧来去，阮有我毋免登山遮艰苦。不你着早起要来登山，要来过台湾，敢若查甫会当来的吼。所以咱有句俗语叫啥？有登山公，无登山马。咱拢变做有啥物马？有华南马，华南马。白波马啦，你人做马，有登山公，哦，无登山马，甲登山才相关的来，有登山公，无登山马，伫登山毋捌你来台湾会看你，这是一个民间故事啊。一个为登山过来台湾哦，因为找无头路，只好互你袂行遐看日头，所以你看日头尾变做被人口说讲哦，你离登山毋捌你来台湾会看你。看你就变做咧看啥物？看日头，看风水，看风水，看好看风水。看倒一工较好，你得安尼，其实一个人口说啦吼。金门毋免彰化、台湾毋免登山，其实是讲，其实咱我头讲着，咱遮经过1895年到1945年，这一寡伊讲话入来吼，登山出口，台湾出发。这是讲啥？因这官吼来台湾吼，3年官2年满，拢要趁钱，所以拢讲这拢出口。台湾出反的安那，会出草的海人哦，登山溪对半水，这什么意思？登山溪对半水，拢要来抬价啦。讲话有啦，要抬价，买物件时阵做爱抬价吼。登山使放美丽吼，登山重地理，台湾重翠水吼。其实拢是一寡处理吼。第一了过台湾，第一了过反，第二了过台湾，过反剩一半，过台湾无得看吼。来，这边这咱台湾的吼。这下问这条应该是下问的，我不甲下问拍去。来，这条什么人？落大雨，落大雨，透大风，黑天暗地等雷公，毋通压雨树，毋通压雨树骹行，才袂去互雷公讲。落大雨，透大风，黑天暗地等雷公，门口积水行袂通，秘伫厝内第一爽。这个听过无？毋捌。这是台湾的啦。落大雨，透大风，天黑地暗等雷公，门口即碗水有路行袂通。落大雨，透大风，鸡仔鸭行雷公，你去面，即个改做面骹好咧，你去面字骹行甲红红红吼。这台湾的。囝。一时带恁名，无眠床困大帮，无棉被架摇裙，无枕头困草阴，无茶洗摸了龙，无杀饼八十船，无行照水魂，无地油挂青喷。这拢是咧强调什么？日子艰苦。日子艰苦过，这是台湾版的吼，不哩给你看。这个押韵，
较无吼。无。来，咱来看下两个。囝，当时带恁母，无眠床，困大帮，无棉被，架摇裙，无枕头，困草屯。裙甲屯吼，屯混，安尼有无？屯屯到亚运。有。我迄下两个这写比咱台湾较水哦，你看这把迄字，把迄个字，人老标出来，你看足清楚的吼。来，这个呢？乌鸟穿裙无穿裤，乌狗穿裤裤拖头。要带乌鸟去散步，脚骨酸痛坐草埔。狗要带乌鸟某，就请白鸟做媒人。若是无定来相送，乌鸟就要嫁别人。水口迄条乌鸟坐里也无穿裤，咱较早无弄迄条歌，是毋是为即个乌鸟坐里也无穿裤，是为即个安尼看来？那个啊，我到嘞。乌狗兄，这种是讲像啊足色拍的人吼。这个大中原饼吼，大饼，我惊这声音袂出来。中秋。中秋月饼一面镜，少甲大厅光影影。中秋月饼一面镜，少甲大厅光影影。街头巷尾破月饼，厝内话甲大细声。街头巷尾破月饼，厝内话甲大细声。孙仔细汉破一宿，阿姊话无娘大兄。孙仔细汉破一宿，阿姊话无娘大兄。挂着对长阿嬷赢，安公挂着状元饼。挂着对长阿嬷赢，安公挂着状元饼。就这吼，这嘛是薄饼这部分啊，这甲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即马金融县政府嘛咧推销即种物件吼，就是讲大粒豆啊，豆仔吼，重点是看四点出来有几个吼。所以第二是叫状元上大种的吼，宝王就是讲大粒拢是四点，这个上大。片地紧这是讲。大粒拢共款吼，可能大粒1还是大粒2拢会使。五字真考就是重点要有4，这吼，那5项就是讲，我的答案4点，这几项拢叫状元吼。就照以前人咧考试迄种制度啦，状元，状元下去是啥？档案。答案吼，变做基本上是过了一点吼，探花、荐书、依林、秀才。这算处理，有甲咧做者整理了个图。白灵船，白灵船。5月做白灵船，大人囡仔滑滑滚。5月做。声音袂出来。5月做白灵船。岸顶人徛一大群，拍落鼓，我又学会记座位架滚，李玉我对白斗紧，船长飞来水飞喷，看啥人甲大人好齐，拼去头前抢冠军，
好坐一种爱团结啦吼。来，这边什么人来？到遐搬出坐出动，爱硬硬定定无用功。到遐搬厝坐出动，硬硬定定无用功。半路拄着大牙工，到遐飞。太哦，到遐塔会甘愿放，大家好势斗相共，拼死拼。斗三工，拼死拼活，光夜工。有诶乌目睭，有诶挽喙手，有诶夹巴肚，有诶揪骹手，家夜工爱抽，无死嘛着。很要求。很要求。这要求哦，这有时嘛，咱这样做形容词的最高级的，就讲西瓜甜，咱会当安怎形容？夭寿甜哦。夭寿甜这最高级哦，啊，个下一级的有够甜，啊，个下一级的夭寿甜有够甜，啊来咧。真甜。真甜，搁落去个。甜。会甜，系对。够无？甜不不，甜不不系对。甜不不。甜。啊那甜甜哦，三个碟子。三碟词是上重要，甜，啊错就是甜，啊那双碟是弱化，双碟甜就是无讲作甜吼，双碟弱化系对。好顺瓜。这花里棍吼，来这，我感觉一篇写也袂歹咧。人生7十才开始，80无稀奇，94过满时，100笑眯眯，60才是少年时，50小孩儿，40也伫摇篮内，30拄出世。对，这个我写真赞吼。啊来你看，因个物件有一个变安尼啦吼，啊不哩个吼，咱像这吼，咱尾仔遮咱用笑的刚好，一直跳一直读个嘛忝，敢当用唱的。我先唱互恁听好啊。动的情笑好久比，改革开放真及时。下门变化真惊奇，各老大厦换家事。我用什么唱？大人头捕鱼歌。捕鱼歌来，会甲这两句来，什么人要唱？用唱的咱用唱的。咱上课要上点花木读甜甜，环境绿化真舒适。出门广告甲着是，开到港尾通写哩。这句你刚才迄种甲着是，我觉得是铁士的。出门广告甲铁士对不对吼？来，搿两句来。老师会使用别项调。到台湾，文化交通真便利。港口大船来得去，一通非洲甲欧美。我用过来。Happy birthday to you。对，我用生日歌。我这两句来，咱搁会当用什么歌来唱？7字吼，直接配合唱歌做好用的。这两句。收入年拢加甜。城市农村无差离，继续好势来打拼，幸福生活伫遮，地山有一龙，真好，来，有什么歌来当唱？工人三顿真久饱，头家长有希望。工人做来甲老寒，头家做钱袂翘空。来，
有啥物调？因咱久无咧唱歌吼，咱即马会所有啊，爱定唱歌，身体才会健康。有啥物调？生日歌唱过吼，头家去开的好康，拢是漂白咱港人。放一人家互咱啊，咱着好济总八工。这啥物调？啊，这啥物调？这是迄个。哆啦 A 梦调。毋是迄个杨梅迄个，对。黄梅调。黄梅调。黄梅调，来，换啥物人？用手口。反正有迄个不变的，就一个好处，大家伊嘛课本拢共款的吼。而且即马开放了，大家唱的歌拢无共款。来，有啥物人会当用无共的歌曲？风英手可讨海人，看着破网目可红。希望保家这大空，无法出海去拍网。状元老调。来，还有啥？南石钱宝破网，家里菜真微妙空。为着三顿都要饱，只好就这步破网。这是什么歌？蝴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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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得真美丽。来，还有什么歌？人生做人欢欢，但欢喜应该着忍耐。人讲饮起的酒，再激起也是会小态。小事会用较凊彩，大事着照记讲来。做人做事真着正歹，徛稳脚步永不败。厉害呢！这条歌是文学歌是毋是？我嘛毋知影山顶的乌狗兄。人生做人欢欢的，话虽应该来，即摆吼，较听我下晡哦，我会甲讲伊吼，放喺迄个即个社群。哦，你若还未加入即个社群的嘛，你甲scan一下吼，啊，未必是4A，甲加入来。哦，到时我一寡资料，包括迄个你的名称爱分辨哦。因为明仔载开的我的立场可能就是讲成万才改，因为即马改迄个民选委员是国民党7个人，民进党7个人，民众党1个人。我是惊到时，真正要收课讲投票投落去吼，选的委员有可能拢是偏因迄边的。啊，若到时吵到尾啊，想要修法，有可能中学即步嘛可能会摕掉。哦，我是惊安尼啦吼，因为即马足侪代志，咱拢想讲哪有可能？你看去年有选到即马咱未还未审完呢，啊，甚至高虹安吼，迄犯罪人过当选来选县市长吼，即马是足侪物件，因拢足必须改，所以我明仔载我重点是讲尽量做到莫改吼。哦，啊，这若有要加入的，即马你甲扫一下吼，啊，未买你就拍。4A， 老师请教者，我无看到会当加入的部分呢，我扫伊就讲啥物 quick mark， 简单好用安尼呢，制作啥物 quick mark， 我无看到连结呢。咁真正呢？你用赖主页有一个 scanner。来，我随拍连接回来，等我一下。可以直接搜寻“欢欢喜喜教台语”。
复是连结邀请，邀请再来有啊，复是连结，好，我马上打起来。我可能用头还没调好啊，还没稍微等你，这个啦。哪里有这个甲扫者？老师伫迄对话栏遐有放网址啊？有啊，成功啊，多谢老师。好来，成功啊吼！好来，你家己教你。啊，即摆从12点，阮啊歹势。咱老师吼上课爱准时，下课嘛爱准时吼。啊，这算大家会当做一个参考吼。好来，这教你就紧教你吼，未必就是4个小 A。伊即摆有时做者迄种广告吼，咱会撞入来。安尼甲我画一个吼。好，因为时间已经超过12点，莫耽误各位。包括这语言名称爱分辨方法，不顺序包括。我会补的。好，所以即款物件大家当做参考啦吼。啊，后礼拜咱就是要请迄个陈立本教授吼，跟大家陈立本教授，伊要讲迄个罗马尼拍通关，吼，伊伫台湾是安怎来设计课程，互囡仔当捌罗马尼，这嘛是一个课程的设计。哦，咱若有兴趣嘛，你后礼拜3 10点到12点继续来上咱的课。啊，咱今仔课程就先讲到这吼，多谢各位。啊，多谢。咱今仔校爱备课是毋是？原理早拢是7月1拢爱到校备课吼。好来，多谢各位。多谢安珠老师，啊，多谢大家参加。啊，条我有咧讲起，这边阮做的 T 恤，就是阮伫拜4开始，啊，即礼拜甲后礼拜拢有文化营吼，拢是小学的学生。啊，先啊，阮今年的就是用碰触，因为伫台语文园区内面有足侪碰触吼，啊，所以阮今年就掠碰触甲掠起安尼，啊，大家感觉鼓吹吼，啊，我想若阵欢喜要穿吼。嘛会使甲阮买啦吼，因为阮其实是毋是咧卖，阮是这小朋友来啊，以及阮的志工是穿这，但是阮若无法度逐个人送吼，因为迄一领嘛着爱本钱着200几箍去啊，所以阮是卖伊个超，若个包括设计了，就是超过300箍的吼，所以阮着照本钱卖啦吼。若是爱会使甲阮敲电话来，还是甲阮甲阮讲，阮的电话是台语文园区，还是寄个台语文园区拢会使。这就是鼓水啊，大家趣味吼。啊，这阮现在是有穿的，大概就是来参加阮的活动的小朋友，啊，以及阮的志工，啊，阮的工作人员。当然吼，啊，咱安珠老师吼是阮上要紧的上大机的迄个主角啊吼。啊，所以吼欢迎大家。继续，咱因为清脆，阮就是感觉先煞斗讲广告，就是叫大家爱讲台语。啊，阮也欢迎大家来台语文园区。啊，阮有几只的碰触的即个贴图啦，啊，还是咱伫用的时阵嘛，拢会使用吼，请大家这嘛是阮认为是推动的一个日日甲拓开去的一个作用。多谢今仔日多谢安珠老师，多谢大家来参加。啊，会记后礼拜继续同时间啊，一定招搁较侪人啊，紧参加。啊，若无吼，就是伫网络较去继续学习。我感觉老师遮咱若阵拢会当拢鼓励咱的细囝来念吼，啊念吼会顺的是。啊，其实这嘛是一种的推动的方式啦，吼。好，我想以上啊，多谢大家，感谢，再会。好，多谢董事长。啊，嘛后礼拜，阮逐礼拜拢有安排课程吼，欢迎各位继续来参加吼。好，多谢。